画面正前方，太子宫，新营太子宫。太子爷宫巨大的神像，画面正中央，旧部慈惠堂，瑶池金母，画面正中央，旧部德隆宫，五千岁的庙。就会轰你。太子宫建教大殿放水灯，来这边放水灯，是来这边放。太子宫建教大殿放水灯是来这边放。旧部。这里往北是到太子宫，也可以到新营。正前方的庙，德隆宫5000岁庙。左转要到下营了，先经过五间厝，到铁线桥，再出来。到了铁线桥再出来，因为水道弯向转向西边。线桥到了水线桥在清朝时代的重要的港口。道丰内海重要港口最北边，天水液晶港。再来就是铁线桥港，往南的下游中营毛港为港，往西南的麻豆港。道丰内海。南边的才是台江内海，的就有什么西港啊、鹿耳门港啊。铁线桥啊！过去没有路，公路不通了啊。铁线桥。新营西部文化历史最丰富的铁线桥，再往西孤围庄园，日治时期陈朝宽先生，他的古屋很有名。
对，铁线桥，铁线桥，铁线桥。这庙那个庙是旧的通济宫妈祖庙，古迹哦。前方的庙新贤武殿，这是妈祖庙，妈祖庙。旧的通济宫，妈祖庙，旧的通济宫。北边伽蓝庙。新的贤武殿，新的贤武殿，玄天上帝。北边妈祖庙，新的通济宫妈祖庙。贤武殿新，贤武殿玄天上帝的庙，玄天上帝庙。西部文史最丰富的地方是铁线桥，铁线桥是西宁西部文史最丰富的地方。开山宫，开山宫，开天连地的那开山宫，开山宫，开天连地。神农大帝有普王，有普王宫的那这铁线桥，铁线桥新建的大桥。你看集水溪到铁线桥就转向西边，集水溪啊。从西宁职场那边南下到铁线桥，铁线桥这边就转向西边，转向西边听南头港到水甲里头到南昆山到王爷港入台湾海峡，到北文那边入台湾海峡。集水溪河道早期清朝时代的，还是向南的。向南的，后来改道，后来改道来经过南头港的北边。本来集水溪的河道是向南的。下营黄毛臭三藏寺，下营黄毛臭三藏寺哦，老本了，袁先生免费帮人家治病呢。下营黄毛臭三藏寺也供奉唐代名僧玄奘大师，也有供奉玉皇上帝，供奉齐天大圣。下营黄毛臭。
就到学甲慈济宫可以走这条路了。下营的北边外环道路了，到学甲慈济宫10几分钟了。哦，你可以到麻豆再见。右边的下营国中，那边下营国中，看这边爱祥和堂，看到爱祥和堂，看到爱祥和堂。下营国中呢？啊，下营国中的南边。到了爱祥和堂到了，这里有三观音的庙，铁道那个铁道公园。